唔知你哋有冇試過成日覺得自己好忙，好似乜都做唔完咁呢？但你哋又有冇諗過做得快同做得多，係咪就一定等於生產力高呢？而做得慢又係咪等於冇競爭力，等住俾人淘汰呢？著名作家 John McPhee 就曾經試過喺自己嘅後院野餐台度攤咗成2個禮拜喎，佢淨係望住棵樹喺度諗嘢，佢唔係偷懶啊，而係喺度諗緊點樣寫好一篇文章啫。歡迎返到嚟暢銷書精讀班。喺慢速工作力呢本書入面，作者 Cal Newport 就提出咗慢生產力呢個概念啦。核心就係做少啲嘢，用正常速度咁做，然後做到最好啊。點解我哋會成日做嘢做到咁辛苦呢？作者話問題係出喺偽生產力度喎，即係用啲俾人睇得到嘅忙嚟代替真正有價值嘅產出啊。你諗下喺 office 入邊點樣先證明到自己有做嘢呢？可能係覆 email 覆得快啲，開多啲會，或者係秒回 WhatsApp 咁，呢啲全部都係表演緊忙咋。問題係知識型嘅工作唔係工廠啊嘛，你好難計到一日整咗幾多件貨出嚟嘅喎，所以大家就開始用呢啲表面嘅指標嚟衡量自己啦。電腦同網絡出現之後，呢個情況仲更加失控添啊！我哋成日都掛住喺度做嘢，但係真正有價值嘅產出反而越嚟越少喎。作者舉咗個例子 ，CBS 電視台嘅高層就曾經試過發火，話點解星期五下晝3點半成個 office 人影都冇過㗎？佢要求大家要做多啲嘢啊！但係真正令 CBS 翻身嘅係編劇用咗成3年時間慢慢打磨出嚟嘅 CSI 犯罪現場呢套神劇啊！忙唔等於有用，呢個就係作者想我哋知道嘅第一樣嘢啦。既然偽生產力有問題，咁有咩解決方法呢？作者就借用咗 slow food 嘅概念啦。1986年麥當勞想喺羅馬開分店喎，意大利人就好嬲啦。於是有個叫 Carlo Petrini 嘅美食評論家就發起咗慢食運動啦。佢嘅理念好簡單嘅啫，與其淨係鬧快餐文化唔好，不如提供一個更加有吸引力嘅選擇俾大家啦。等大家可以慢慢食，好好咁享受當地嘅新鮮食材啊！呢個概念其實都可以搬去工作上面嘅喎。我哋可以睇翻以前嘅傳統知識工作者，好似係作家、科學家同藝術家咁，佢哋嘅工作方式點解咁超嘅呢？就係因為佢哋唔使成日證明自己有做嘢咯，咁佢哋就可以專心咁做好一件事啦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唔係人人都可以好似 John McPhee 咁攤2個禮拜諗嘢噶嘛，但喺佢哋嘅經驗入邊，一定有啲嘢係我哋可以學習嘅。慢生產力嘅第一個原則係做少啲嘢，好似《傲慢與偏見》嘅作者咁啊，好多人以為佢係喺忙碌嘅社交生活入邊偷時間寫書嘅，但其實唔係啊。佢寫《傲慢與偏見》同埋《理性與感性》嗰陣，係住喺一條好安靜嘅村入邊噶。佢嘅屋企人特登減少咗社交活動，俾空間佢專心咁寫書。換句話講，就係因為生活簡化咗，佢先寫到咁多經典啊。作者提出咗一個概念叫做行政開支。當你接咗一個新嘅 project 嗰陣，唔單止要做嗰件事本身噶，仲要覆 email 啦、開會啦，仲要趕進度同埋同其他人協調嘅。咁當你手頭上嘅嘢越多，呢啲行政開支就越大啦。大到某個臨界點嗰陣，你就會陷入乜都做緊，但係又乜都做唔完嘅困境啦。咁到底點樣先可以做少啲呢？書入面有幾個具體策略嘅。第一係限制啲大嘅任務，大家可以學下數學家 Andrew Wiles 咁，佢為咗證明費馬大定理，佢推晒所有唔關事嘅工作。第二係限制項目嘅數量，喺接新 job 之前可以睇下 schedule 先，睇下有冇時間做，冇嘅話就唔好接啦。第三，每日淨係做一個主要項目，唔好成日跳嚟跳去喎。第四，將啲臨審嘢自動化或者外判咗佢，搵人幫手處理下啲日常營運嘅工作，自己呢就專心做重要嘅嘢。大家記住，做少啲反而會做得好啲㗎。第二個原則係要用自然嘅節奏去做嘢。作者睇返歷史上嘅偉大科學家，發現佢哋嘅工作節奏以現代標準嚟睇都好慢㗎喎。哥白尼由構思日心說去到出書用咗47年。而牛頓研究重力理論都用咗20幾年。居里夫人喺發現新元素嘅關鍵時刻嗰陣，都會去鄉下度下假、行山同埋游水咁噶。佢哋唔係懶啊，佢哋只係明白一個道理：用年嚟衡量生產力，會比用日嚟衡量更加合理噶。你日日做到爆晒肝，都唔代表長遠會有好成果噶。書入邊仲引用咗人類學家嘅研究喎。原始嘅獵人每個禮拜實際只係做大約20個鐘頭嘅啫，其餘嘅時間就係休息同埋社交。人類進化咗幾十萬年，我哋嘅身體同腦袋其實都係為咗呢種節奏而設計嘅。而家長期 online 嘅狀態其實係違反人類本性噶。咁點先可以做慢啲呢？首先你要接受季節性嘅變化，即係有時會忙啲，有時又會慢啲，咁唔使成日 keep 住同一個強度嘅。其次就係喺工作入邊安排休息嘅空間，要製造私人時間俾自己諗嘢啊。
最後就係揀一個有助你深度思考嘅環境，好似伽利略咁，佢會去朋友嘅鄉間別墅度假，遊下山，玩下水，慢慢嚟，反而行得更遠啊！最後一個原則就係執着你產出嘅質素啦。作者喺呢度揾咗唱作歌手朱胡做例子，喺1990年代初，佢住喺車入邊，喺 San Diego 嘅一間 cafe 度表演，佢嘅表演好出色啊，吸引咗好多唱片公司嚟揾佢，仲有人開價100萬美金簽佢啊。但朱胡拒絕咗啊，因為佢研究過，發現原來簽約金其實係借貸嚟噶，要靠賣碟還錢噶。如果攞咗呢100萬呢，唱片公司就會逼佢快啲出多啲碟，快啲紅。但佢知道自己仲未 ready 好，佢需要多啲時間磨練先掂啊。結果佢就用咗2年時間搞啲平價嘅巡迴演出，慢慢建立自己嘅 fan base。最終佢嘅專輯由滯銷變成每個月賣成100萬張咁多啊。朱胡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當你專注喺質素上面，你自然就會慢落嚟噶啦。而高質素嘅產出亦都會為你帶嚟更加多嘅自主權同自由，形成正向循環嘅。書入邊有幾個關於質素嘅建議，第一係搏一鋪，用公餘時間做啲額外嘅 project， 公開呢啲 project 嘅進度時間表，然後揾人投資你嘅計劃。呢啲都會製造到壓力，推動你做好啲噶。跟住係避免完美主義陷阱，你嘅目標只需要係夠好就得啦，唔使做到最完美噶。好似披頭四咁啊，佢哋用129日嚟整張專輯，用129日成功做出咗經典。但之後有好多 band 都學佢哋無限期錄音，結果就反而出咗好多垃圾啦。所以話進步比完美更加重要噶。書嘅結尾，作者翻去 John McPhee 嘅故事。McPhee 有一套好慢但好有系統嘅寫作方法，佢會用打字機將所有筆記打出嚟，然後剪成紙仔，再排翻個結構出嚟，直到揾到最好嘅敘事方式啊！慢生產力唔係叫你懶，而係叫你用聰明啲、人性化啲嘅方式工作咋，做少啲，慢慢嚟，跟住做到最好。呢3個原則可以幫你喺長遠產出更有價值嘅嘢噶。希望呢本書可以幫到大家擺脫偽生產力嘅折磨，揾翻工作嘅意義啦。我哋嘅 channel 逢星期1、3、5出片，如果覺得啱睇，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呢個 channel， 再分享俾你嘅朋友睇啦。如果有啲咩書想我介紹嘅話，都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噶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